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4，旧历的7月17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：高雄凤山一条巷仔底，半暝3点外火烧厝，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，为1楼冲出着乌烟。当时困伫2楼，70岁老母亲甲伊的查囝，听到这个爆炸声，惊精神，马上走落楼骹要来逃生，但是浓烟散雾，根本就走无路。加在这个查囝冷里，随带着妈妈为房间的窗仔台。 爬过厝边的厝顶等待救援，这个警消随着到位溃推，顺利将因救落来。祖公有保庇，两母仔囝拢平安。今日消防员赶到现场，发现讲人家厝1楼已经着火啊，赶紧布水线拍火，入去厝内救人。发现讲掉入厝内2个母仔囝已经爬起到厝边的厝尾顶啊。 哦，那些。在这3楼里。消防人员赶紧入去到巷仔底，用双节推将人家救落来。70岁老太太虽然讲无受伤，也过惊甲徛袂在。头不要装了，头不要装了，头不要装了。尾手因查某囝嘛，互人救出来，加在2个人拢无受伤，互大家松一口气。 头紧张到，看外口火遐严哦。这件火警发生伫透早的3点外，凤山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1楼熊熊煞着火，当时困伫2楼的母仔囝听到爆炸声，就咧惊精神。看这乌烟已经将这逃生路线挡掉了，这个查某囝他们请随传老母爬头门逃生。2位都是状况都非常良好，并没有什么任何的外伤或者呛伤的情形。警消人员初步调查，厝内1楼有放真侪杂物，也有停乌托摆。是安怎会着火，就要搁进一步的了解。